assessment. If you'd like to take a seat.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套 BBC 嘅電影電視，叫做 Care。故事嘅主角叫做 Jenny， 佢係一個好普通嘅單親媽媽。有一日，佢媽媽突然之間中咗風，保住咗性命，但係失去咗生活自理嘅能力。Jenny 原本都以為最難嘅一關已經過咗啦，但係原來真正嘅噩夢係喺出院嗰刻先至正式開始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。第一部分，電影 Care， 一場關於尊嚴嘅清單評估。我想講戲裏邊一場令我印象最深刻嘅戲，就係全額政府資助嘅評估會議。呢場戲拍得好真實，坐喺度嘅係一班社工、護士同埋官員，佢哋唔係咩壞人，但係佢哋係制度嘅齒輪。Jenny 做咗一件所有病友家屬都應該做嘅事，佢冇喺現場裏面發癲，而係攞出一本厚厚嘅日記，將媽媽每日嘅醫療需求、失語症嘅痛苦、生活嘅細節，逐點咁講俾班專業人士聽。佢用事實話俾個制度聽，呢個係一個人，一個有醫療需要嘅人，並唔係你哋口中一個行得走得嘅普通老人。最後佢爭取成功，但並唔係因為佢官員大發慈悲，而係因為 Jenny 唔認命，佢用專業嘅態度去逼個制度面對真相。呢套戲反映咗一個最殘酷嘅真相，就係當你變成一個受助者嘅時候，你就變成一個成本。制度係點樣考慮去慳錢，而唔係俾你似翻一個人。第二部分，我嗰5個月嘅保手不保腳嘅真相，因為呢啲就係我喺英國住療養院嘅時候嗰5個月以嚟嘅真實嘅寫照。我係右手右腳半癱，嗰陣時物理治療師會同我講：哦，你進步得好快啊，好快就可以出院噶啦。但我心裏邊一啲都唔開心，因為佢哋嘅邏輯係，只要你可以企起身行得翻，咁你就符合咗出院嘅標準。為咗達到呢個指標啦，佢要將所有嘅資源擺咗喺我嘅右腳度。至於我嘅右手呢，嗰隻曾經攞嚟工作、打籃球、攀石、買餸、煮飯、拍片嘅右手呢，因為右手唔喐得，唔影響我出院㗎，所以佢就擺到最後。喺呢個制度裏邊，我只要出到院，我嘅復健就係當成功㗎啦。呢種被貨物咁樣清走嘅感覺，係我呢一世人裏邊最大嘅心理陰影。第三部分，出院之後3年嘅馬拉松同埋兩地嘅失望。出院之後，好多人以為 NHS 就會一直跟進，現實嘅情況係，如果你唔主動出擊，你就好似消失咗咁樣。呢3年，我經歷過無數次排期同埋等待。譬如話，我想打 Botox 嚟放鬆右手嘅肌肉，我會打無數次電話去催。我要喺不同嘅部門證明我嘅右手肌肉已經緊到影響生活嘅程度。每次嘅答覆都係排緊期㗎啦，請你留心啲等啦。呢個係一場心理戰，係個制度喺度測試緊你嘅耐性，睇下你會唔會放棄。我都試過返香港求醫，但係香港嘅制度係另一個極端，快但係冷淡。喺香港你可以相對地好快見到醫生，但係醫生只會俾你5分鐘時間，佢甚至冇時間望你一眼，就喺個電腦上面打佢哋嘅病歷。我想做詳細嘅檢查，醫生會話：你好穩定啊，唔使做啦。喺英國你係排隊排到死，喺香港你係見到個醫生，但係被忽視。其實呢兩邊嘅失望嘅本質上係一樣嘅，就係我哋都只不過係系統裏面一個數據。第4部分，2026年嘅現實生存指南。2026年 NHS 已經到達咗臨界點。如果你喺英國或者喺香港面對緊同樣嘅醫療壓力，其實我哋可以做啲咩呢？我想俾3個建議大家。第一，喺英國，我哋作為選民，我哋要清醒，唔好聽啲政客喺度噏增加撥款。我哋要問嘅係 social care 嘅配套喺邊呢？例如話喺一個社區裏邊，如果冇足夠嘅護理人員，長者就出唔到院，
咁醫院就會永遠塞車。我哋要求嘅係制度嘅透明度，而唔係數字。第二，做一個有策略嘅病人，你要學識 Jenny 咁樣去嘈。喺英國，你要識得利用 PALS， 你要記錄低每一次對話，每一個日期。當你展現出你好了解自己嘅權利嘅時候，佢哋先唔敢隨便敷衍你。第三，建立非制度化嘅支援。喺呢3年裏邊，幫我最多嘅係我嘅女朋友，同埋喺現實度同喺網上邊嘅病友群組。唔好完全依賴政府，你要尋找社區嘅慈善團體。有啲物理治療咧，政府係俾唔到你嘅，你可能要自己去揾民間嘅資源去補足。結語：生存係自己嘅實現。喺 Care 呢套戲裏邊 ，Jenny 冇改變到成個制度，但係佢改變咗佢媽媽嘅處境，佢變強咗，佢學識咗喺系統嘅鬧劇裏面生存。我都係一樣。既然制度唔能夠完全幫我恢復右手，我咪自己練咯。我學識用呢隻手去煮飯、去拍片、去繼續我嘅生活。呢個就係我嘅生存邏輯。唔好期望制度會救你，你要學識自己救自己。我係半邊人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